同埋祝願香港永遠繁榮昌盛。考下你哋，除咗金紫荊廣場之外，仲有邊度會出現紫荊花呢？紫荊廣場係由中央人民政府贈送俾香港回歸嘅禮物，嗰度仲有一個特別嘅活動係升旗禮。升旗禮會喺香港特別行政區回歸紀念日同埋國慶日進行，政府都會帶領喺香港政府入面嘅主要官員出席升旗禮㗎。除咗上面嘅日子之外，廣場每日8點都會舉行升旗禮儀式。溫馨提示：升旗禮時要肅立及一齊唱國歌。透過今次嘅參觀活動，我哋學識到認識香港